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河媽講經，我係河媽。闊別一星期，其實過得好快，放假去旅行嘅時光真係過得特別快㗎。同小河馬同屋企人去咗韓國7日，出發前好多人都問我去首爾7日做咩啊？有咩玩啊？好想講呢7日真係哇一聲就完咗啦。小河馬嘅復活節假期正正係下學期測完驗之後放，又未有成績喎，梗係 happy 啦。雖則呢，河馬平日都好正面咁同大家講經啊，但係人心係肉做嘅，當然我都有教到好失望、好沮喪嘅時候啦。呢個星期派測驗卷啊，其實派之前我都已經心知不妙，都有晒心理準備噶啦。正因佢測驗前、測驗期間呢，超到我都唔識得點去形容啊。河媽呢就向來唔會用高壓政策逼佢溫書嘅，我只會引導啦、講經啦、傾下偈啦，因為書始終都係佢讀噶嘛，又唔係我。咁無奈啦，真係不敵現今世代嘅電子產品誘惑啊，令小朋友嘅專注力越嚟越低啊，自律更加難上加難啊。經過今次呢一役呢，我同小河馬一齊反思同埋檢討過啦。由於呢，佢都承認自己對電子產品嘅自制力呢為零啊。所以佢都同我承諾，仲白紙黑字咁樣簽約咁寫低啊，我可以隨時咁樣收佢嘅手機，只要我認為佢控制唔到自己就可以噶啦。希望真係經一事賽一致啦。教育路途遙遠啊，艱巴爹啊，咁多位，只有大家一齊繼續努力，不斷試唔同嘅方法，試到有效為止，冇問題嘅，一定掂。各位爸爸媽媽，你哋並不孤單噶吓。今集同大家講呢，就係行為的秘密。如果大家嘅小朋友都係偏向有啲固執嘅，搞到你哋頭都大埋，聽下今集內容，睇下幫唔幫到你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河媽講經。IQ、EQ 相信大家就聽得多啦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AQ 呢？ IQ 智商即係智能商數，就唔多講啦。EQ 呢，就即係情商，情商呢就即係情緒管控嘅能力，而 AQ 係逆境商數，意思係呢挫折忍受度啊。一直以嚟呢，我都以為 IQ 先係未來競爭決勝負嘅關鍵啊，但係過去研究竟然就發現一個相當有趣嘅現象喎，就係情緒控制能力越高嘅小朋友喺未來嘅成就竟然係更加高㗎。簡單嚟講，只要 IQ 係喺一定標準以上，如果將固執用喺啱嘅方向，好好轉換成擇善固執嘅小朋友，未來成功嘅機率呢將會係大大增加㗎喎。而家嘅小朋友 IQ 普遍都係好高嘅，所以 EQ 同 AQ 就更加成為咗重要嘅關鍵。而呢兩樣嘢嘅能力啊，必須係小朋友嘅品格教育中去培養嘅喎。6歲之前受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同文化教育對小朋友嘅心智發展係非常重要嘅。作者認為都係影響固執小朋友未來品格方向嘅關鍵時刻。黃金時期啊！作者建議新世代嘅父母對子女嘅教育應該注重喺 EQ 同埋 AQ 多過 IQ， 因為現今世代好多人都係生一個半個啦，萬千寵愛在一身，極度容易令小朋友變咗小霸王。到父母突然間驚覺唔對路嘅時候，而想開始矯正佢哋品行嗰陣，往往已經錯過咗黃金時期啊！繼而要花更多嘅心力去引導小朋友回歸正途啊！而過程當中，小朋友都可能會出現反抗啦、憤怒等等嘅負面情緒。為咗避免破壞親子間嘅親密關係，不如我哋由細就開始正視品德教育，幫我哋嘅心肝寶貝豬培養陪住佢一世嘅優良品格力啦。尤其係如果你小朋友都偏固執嘅話，就更加需要重視品格力，因為普遍固執嘅小朋友都係非常咁聰明到令爸爸媽媽都搞佢唔掂。我哋可能好早就開始教佢哋 ABC， 但係作者就認為，對於呢種固執唔肯妥協嘅小朋友嚟講，願唔願意同其他人分享玩具啦？可唔可以接受彈性嘅意見啦？又或者唔好太過自我中心，都一定比 ABC 嘅學習嚟得更加重要。
河媽講就容易啦，點樣令到佢哋可以擇善固執得嚟又唔霸道呢？作者就針對咗唔同年齡層呢，提供咗一啲引導性嘅策略，我哋又一齊去學下嘢。1歲已經呢可以教，可以引導。首先要大家了解1、2歲嘅小朋友，或者佢哋嘅表達能力係唔夠成熟，但係其實大致上佢哋已經清楚理解我哋講緊嘅說話，所以爸爸媽媽們可以慢慢培養小朋友嘅等待同埋觀察力。例如佢哋食緊一樣嘢，又好想攞另一樣嘢嗰陣，我哋就開始要教佢等待，清楚表示俾佢聽，要食埋嘴仔嗰個先可以俾佢。當然啦，個過程係會有啲艱苦嘅，可能會大嗌啦、發脾氣啦、打嘢啦、擰嚟擰去啦、喊啦等等等等，未必會即時合作同埋成功嘅。但係經過1次、2次、3次或者10次嘅練習之後呢，佢哋其實係會學得識嘅。所有嘅教育基本上都可以就地取材，喺生活嘅經驗中去練習，從生活經驗當中慢慢培養佢哋嘅品格係最有效果嘅。2、3歲 Trouble 2 Terrible 3啊嘅小朋友經歷佢哋人生嘅第1個叛逆期啊，唔單止中意挑戰父母嘅底線，即使訂立咗嘅規矩啊，話唔守啊唔守啦，唔想就唔想跟噶啦。呢個時候係最容易養成佢哋用情緒去控制環境啦，控制父母呢個壞習慣噶。呢個階段通常你講1，佢哋就話2嘅，好有自己嘅主見嘅。父母呢可以用提示嘅方式去建議小朋友，同埋盡量就唔好講唔好啦。如果喺環境安全嘅情況底下，都可以試下放手俾佢哋試下用自己嘅方法去解決嘅。之後呢，先用我哋再提供嘅 Plan B 俾佢去試下，等佢自己親身感受一下，究竟係佢自己嘅 Plan A 好啊，定係我哋建議嘅 Plan B 好呢？彈性去處理，慢慢引導。急唔嚟嘅。3歲打後係小朋友開始發展團體概念嘅最好 timing。呢個時候，父母可以提供多少少團體活動機會俾佢哋，等佢哋可以觀察同埋模仿其他人嘅行為。例如出去玩 playgroup choo choo train 嘅時候啦，嗰陣手仔呢要搭住前面小朋友嘅膊頭㗎，亂跑嘅話呢就捲唔到山窿噶啦。透過團體活動去學習。當小朋友進入一個新嘅團體時候，就會更加快了解個狀況，適應能力呢都會增強嘅。而4歲啊，就係一個由他律進化去自律嘅一個分水嶺啊。一般情況下，佢哋都應該已經有一定嘅自理能力，可以執行到一啲簡單明確又唔難做到嘅教養指令，即係佢哋衝動控制嘅能力同情緒管理嘅能力都會提升緊嘅。亦都明白父母對自己嘅期望，好了解當自己做咗啲咩行為嘅時候，就會受到讚賞又或者處罰。而呢個階段，父母應該慢慢去放手，好似食飯啊、梳洗啊、去洗手間等等嘅基本技能同常規，都應該要放手俾佢哋自己練習多啲，去自己處理。因為如果到咗呢個自律期，父母都咩都幫佢哋處理，咩都唔放手，又唔俾機會佢哋練習嘅話，佢哋就唔單止唔識得點樣發揮獨立思考嘅能力，我哋都會突然間驚覺佢哋好似凡事都要依賴其他人咁。研究發現，8個月大嘅 BB 就已經會出現分享嘅行為，所以5歲打後呢，就更加要強化佢哋學習分享、等待同輪流嘅社會能力。越早俾佢哋去學習，佢哋將來嘅團體能力就會越高。而爸爸媽媽嘅回應技巧都係時候要進化下啦。我哋都要學一啲尊重佢哋嘅說話，權威性教養嗰一套可能就未必再適合啦。今集嘅分享內容，希望大家都會鍾意啦。如果覺得舒服嘅話，記得幫何媽點讚、訂閱同分享啦。你嘅一個小小讚，都係我繼續努力嘅動力。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同大家何媽講經，拜拜。